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局勢啊。可以說，伊朗的局勢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當地時間22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空軍1號上發表講話時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密切關注伊朗。特朗普警告稱美國有一支龐大的艦隊正朝伊朗駛來。當被記者問到對伊朗的加徵的2級關稅時，他表示，美國政府將對所有與伊朗進行貿易往來的國家加徵25%的關稅，這項措施很快就會生效。很顯然特朗普這回應該不是嘴炮因為美軍正信勢沖沖的直撲中東而來，不光是美軍其他的盟國的軍隊也在密集調動。如果僅僅是為了嚇唬伊朗，根本犯不着這麼信勢東衝從這個當前的軍力布局來看美軍已經形成了空中力量就緒、海上力量馳援的態勢，也就是說2個航母打擊群還在直撲伊朗的路上，但是空軍基本上已經準備就緒。烏代德空軍基地作為距伊朗邊境僅200-300公里的這個核心樞紐，這個烏代德空軍基地它那個跑道有4500米長，也就是說能夠起降那個 B2 隱形轟炸機，大型的這個轟炸機可以在那兒起降。而近期美軍在增兵與撤人並行的操作被解读為規避伊朗報復性打擊的戰前準備。高清衛星顯示有多架 C-17 運輸機出現在約旦的空軍基地，叫穆瓦法格薩勒提，正在轉運物資同時多架 F-15 戰鬥機轉場至此部署。這個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去年12日戰爭的時候，美軍掩護 B2 突入伊朗的 F-15 和 F-22 機隊有一部分就從約旦這個基地起飛的，似乎要這個重現去年的那一幕。這個還沒完美國繼續向中東地區增兵，8架 C-17 環球霸王軍事運輸機正從德國的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和斯潘達勒姆空軍基地，還有英國的叫萊肯希特空軍基地起飛，前往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和約旦的叫穆瓦法克薩爾蒂空軍基地。美國空軍的4架空中加油機從華盛頓的叫費奇爾德空軍基地起飛。根據媒體報道這個舉動也非常異常，很有可能是在進行某種任務或演習的模擬演練。還有媒體說一共有10架空中加油機離開了美國，說其中3到4架將運往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其餘的將降落在歐洲。華爾街日報還報道稱愛國者和薩德防空系統也正在向中東轉移，事態正在發生變化。就在這個時候應卡塔爾的方面的請求，來自英國皇家第12中隊的4架台風戰鬥機也已經被部署至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所以所有的這些軍事異動這些跡象顯示，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襲擊已迫在眉睫，可能在未來的數日內爆發。以色列時報以及哈里斯報道，以色列國防機構近日將警戒級別提升至最高水平。與此同時，美國正向中東地區派遣一支龐大的無敵艦隊。儘管軍事部署緊鑼密鼓，特朗普在達沃斯及空軍1號上的最新表態仍顯現出極限施壓的色彩。當然，特朗普就是這種表達方式一會兒打一會兒不打的，一會兒說和平談判，一會兒還要打。這個特朗普說伊朗必須停止核計劃。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並補充說道，我又訂購了25架 B2 轟炸機，我希望不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向街上的人開火。所以說媒體人士都在推測，特朗普一直在增兵伊朗，應該不是僅僅是嚇唬哈梅內伊你這個調動得多費錢呢？特朗普是視錢如命根據以色列的媒體報道說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對特朗普說，如果推翻伊朗政權，以色列願意承受一定的伊朗導彈打擊的風險。據他們推測伊朗
現在國內啊能發射能打到以色列的导彈大概有700枚，也就是内塔尼亞胡說了啊，他做好了準備要承受这700枚导彈的打擊，只要能推翻伊朗的神棍政权啊，这当然都是媒体传言啊，所以网上各種小道消息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一家以色列的媒体啊，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出啊，说今晚会有大事发生，伊朗和哈梅内伊將終身銘記此事，獨裁者的末日今天已經成了定局，難逃打擊啊！美國前財政部部長奧斯扎格說啊，我認為在未來幾天內，伊朗將會發生一些重大事情。各種間接信息表明，我認為美國很有可能只是在等待航空母艦的到來。這個以前咱們說過啊，特朗普只恨這個航母跑得慢了。美國前駐以色列大使夏皮羅啊，那說得更露骨啊，他說啊，特朗普將在下周除掉哈梅內伊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下周清除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此前哈梅內伊指責特朗普是罪犯，特朗普則回應稱是時候更換伊朗領導層了，哈梅內伊是個病人。夏皮羅表示啊，哈梅內伊對特朗普的無端挑釁讓我相信特朗普下周將殺掉哈梅內伊。夏皮羅還表示，不久之後美國將在中東部署航母打擊群到位，這將使美國更容易對伊朗進行大規模的打擊，並做好防禦伊朗反擊的準備。夏皮羅稱啊，美國還可以對伊朗軍隊發動其他襲擊，這些襲擊將使特朗普能夠宣稱他信守承諾，支持他所鼓勵的伊朗抗議者，將兌現讓伊朗政權為屠殺抗議者付出代價的威脅。也就是特朗普啊，你說話要算數，你忽悠這個伊朗人走上街頭，要奪取這個什麼機構，對吧？要記下那些劊子手的面目，要知道他們的名字，未來要將他們繩之以法。就是特朗普，你要實現你的諾言了。我們再看伊朗國內呢，伊朗國內啊，那現在還在進行這個血腥的鎮壓，也就是到處抓捕啊，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摩薩德啊、美帝這個情報局的線人，還有內奸等等啊，這一套大家都應該很熟啊。你這個內奸啊，從這個市井走卒一直到前總統都有可能是，甚至啊現總統，為什麼呢？人人自危，誰都有可能是被打成內奸而被除掉。實際上他是內部傾軋、內部清洗，抓內奸、抓這個走狗、抓叛徒，那只不過是個借口。不管你的地位多高，不管你的權勢有多大，說不定啊都有一頂這個內奸叛徒的帽子等着你。1月21號，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援引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聲明報道說，伊朗近期發生的騷亂事件共導致3117人死亡，其中2427人是民眾和執法人員，那剩下的還有700人是什麼人呢？民眾就是老百姓嘛，和執法人員，那言下之意啊，就恐怕還有700多人是他們給打成了內奸，給槍斃掉了，判了絞刑，那只能這麼理解啊。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份聲明說，本月8日、9日，伊朗部分地區發生多起恐怖活動，恐怖分子實施類似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恐怖行為，並廣泛使用槍支，也就是所謂的暴徒啊。根據這個央視報道啊，截至1月22日，伊朗的斷網狀態仍在持續。儘管伊朗政府已向部分機構和國際業務公司逐步開放辦公室網絡，但普通民眾的家用網絡和手機數據服務仍未恢復。外國媒體駐伊機構的互聯網也處於中斷狀態。有監測機構指出啊，伊朗全國流量僅為正常水平的零頭，幾乎完全與全球互聯網隔絕。那這一次啊，就是伊朗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的互聯網封鎖之一，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個月。但是啊，就在這種情況下啊，伊朗人民啊，還是通過星鏈想方設法的連上了這個國際網絡。有媒體報道啊，一些伊朗人在過去幾小時內成功上網。此前，他們經歷了2週的互聯網關閉，他們現在正在 X 上上傳視頻。第一個視頻顯示抗議者焚燒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將軍叫蘇萊曼尼的雕像。在美國的就是伊朗裔美國人呢，正在向白宮請願，要求凍結伊朗官員及其家屬的在美資產，驅逐在美享受奢靡生活的伊朗高官子女。有某一個國家的網友說啊，川普這活幹好了，也就是把伊朗這些高官的這子女他們財產給凍結。那有
有某個國家的網友就喊了，哎，特朗普啊，你把這活幹漂亮了，再給你介紹一個大客戶，他們的錢可比伊朗的高官的錢多得多啊。總之現在啊，似乎啊，以色列也已經做好準備了。特朗普呢，部队对吧，航母打击群那些加油机、轟炸机、戰鬥機已經部署到位，現在就等着航母到位啊。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時候啊，哈梅內伊慌不慌？前兩天啊，經濟學人呢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伊朗政權若倒台意味着什麼》。經濟學人的文章啊，還是很有分量的。我們一起看一看啊，他這麼說的，他說數千人已經喪生，美國威脅要對那裡的慘狀進行反擊。文章說啊，當抗議者湧向伊朗的集市與街頭，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選擇以子彈回應，在獨裁者去死的口號響徹2周後，效忠於革命衛隊的民兵騎着摩托車大軍，手持自動步槍呼嘯而至，狙擊手瞄準同胞的臉部和下體射擊，停屍房人滿為患，裝在裹屍袋裡的遺體堆疊在血跡斑斑的人行道上。这個我想好多人通過這個視頻都看到了啊，真的好慘吶！死亡人數可能已達數千人，數千名傷者被捕，有人甚至被從病房床上拽走，投進牢房，命運未卜。這本該是終結神權統治47年執政的時刻，伊朗人民理應生活在一個民主繁榮的國家。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勇敢，如果伊朗能從核威脅和中東暴力輸出者轉變為一個寬容穩定的貿易大國，世界也將從中受益。你說這些國家都是一個德行啊，伊朗、委內瑞拉那都是你可以說叫資源大國，躺在石油上面睡覺，但是深深就把國家搞成這樣子，对吧？這些國家還真不能叫一窮二白，這些國家是真正的叫富得流油，居然搞得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這個政權啊，早早的就喪失了它的合法性。這個經濟學人說啊，但僅靠抗議無法終結暴政。特朗普總統考慮美軍打擊會對推翻毛拉政權起到什麼作用？如果政權真的垮台，接踵而至的又會是什麼？伊朗統治者的殘忍源於其虛弱，他們已無路可走，除了暴力無法給人民提供任何東西。在國內，伊朗公民必須忍受經濟萎縮、食品價格飛漲、失業和日益惡化的貧困。在國外，隨着其在黎巴嫩、敘利亞和加沙的代理人，也就是抵抗之虎啊，武裝自2023年以來遭到以色列的重創或歼滅，該政權顏面掃地。去年的12天戰爭表明，該政權甚至無法保護自己的指揮官和核設施。在晚年鎮壓抗議後，哈梅內伊有時會做出讓步，比如放寬女性着裝要求。本月，他的政府提議發放每月價值7美元的全民津貼，企圖平息民憤，結果卻遭到了嘲笑。未來的日子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危險，抗議者已撤離街道，但沒人知道會持續多久。最黯淡的結果是政權通過血腥手段維持統治，讓伊朗人陷入停滯且持久的壓迫。同樣糟糕的是，伊朗崩潰並陷入更嚴重的暴力。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體，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敘利亞內戰，都在為在不引發大規模流血的情況下終結數十年壓迫的難度提供了慘痛的教訓。庫爾德、阿塞拜疆、俾路支或其他分離主義者可能會起義，伊朗可能會陷入混亂，加上濃縮鈾、核科學家和宗教極端分子的存在，風險極其嚴重。對後續局勢的恐懼或許解釋了為什麼伊朗國內部分人至今未加入抗議。這個經濟學人所分析的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客觀存在的啊，也就是說你要弄得不好，會出來一個比現在更加混亂的伊朗出來，人道主義危機、地緣政治的這個災難，這就是周邊阿拉伯國家最害怕的，所以他們成了這個特朗普打擊伊朗的一個勸阻者。也就是你特朗普，你除非你能承諾啊一個更好的伊朗，对吧？你能建設，对吧？你後面你有後續的方案，讓伊朗變得更穩定，否則的話，周邊這個國家都害怕。介於兩者之間的是政權瓦解的情形，就是也許革命衛隊會罷黜最高領袖，或者革命衛隊中的某一派系會以人民的名義奪取政權，並通過追究敵對派系近期屠殺責任的方式尋求合法性。如果是這樣，
他們可能會得到一直袖手旁觀的正規軍的幫助。無論如何，新的掌權者可能会尋求達成協議，以嚴格限制伊朗核計劃和彈道導彈為條件，換取美國解除制裁。你看啊，也就是经濟学人認為啊，伊朗內部分裂是最好的，也就是这个他的毛拉政权呢，他这個神棍政權的內部伊斯蘭革命衛隊發生分裂，美國可能會嘗試對這個令華盛頓頭疼了40多年的政權進行打擊。本周特朗普先是威脅要對德黑蘭採取非常強硬的行動，並呼籲更多抗議，隨後又表現出退縮，這究竟是計謀還是出於謹慎尚不明確。如果他發動襲擊，首選方案肯定是有針對性的有限打擊，也許他會瞄準政治斬首，類似於他近期在委內瑞拉主導的行動，從而罷黜或除掉令人厭惡的哈梅內伊，或者美國可能會對伊朗境內的選定目標投放炸彈和導彈，目標可能是與革命衛隊相關的設施。在風險較低的情況下，美國可以通過向伊朗走私星鏈設備，幫助終結政權實施的封鎖通訊。安全部隊正在搜捕國內已有的設備，這一跡象表明通訊的封鎖至關重要。白宮還在暗中支持流亡的反對派人物前太子里薩巴列維，他在1979年國王被推翻時逃離伊朗，在馬里蘭州安全地帶，他也一直在敦促抗議者起義以實現民主。在伊朗國內缺乏組織化反對派的情況下，或許該國可以恢復某種形式的君主制。然而僅僅梳理這些選項就能看出美國的行動要取得成功是多麼困難。如果特朗普下令襲擊，伊朗擁有強大的短程和遠程導彈庫，可以對整個中東地區進行反擊，導致不可預測的局勢升級。這也是該地區國家警告不要發動美軍襲擊的原因。空中斬首行動需要針對早有戒備的對手，擁有極高水平的情報。即使阿亞圖拉不在了，一場加拉加斯式的革命與革命衛隊的交易也不太可能創造持久穩定，因為悲痛的伊朗人會渴望向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將軍們復仇。也就是說，伊朗肯定要內亂。世界的新秩序說賭注極高。隨着特朗普上任，地緣政治中舊有的確定性正在消減。他的關注點從來不是尊重國際法，也不是培養自由民主國家的俱樂部。但是即使伊朗被盟友某國和俄羅斯拋棄，只要他認為這些能增強美國的影響力和他個人的聲望，他比任何一位近期美國總統都更願意帶來重大變革。每一次干預都是對這種世界秩序的考驗。這是經濟學人他對特朗普的一個分析，我覺得還是比較客觀的也就是特朗普他是願意冒險的，從抓捕馬德羅就能看出來，他在風險可控，就是代價比較小情況下，他是願意幹事的。曾經每一次民眾起義似乎都預示着新民主制度的誕生。遺憾的是，在阿拉伯之春失敗後，人們已很難想象伊朗的道路會如此簡單。儘管如此，希望在於隨着時間的推移，政權的崩潰將有利於勇敢的伊朗人民，他們再次證明了自己是國家最大的福祉。所以我在以前節目說了還得看伊朗人民，看伊朗人民的覺醒覺悟。如果伊朗的盤盤們依然強大，依然執迷不悟，你特朗普再努力都沒用，除非你派地面部隊去。你派地面部隊，那也有可能搞得跟阿富汗一樣。核心還是在伊朗的盤盤們。如果伊朗的盤盤們現在有所清醒，那麼這個時候外力以色列和美國那只是起到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吧？起到一個一錘定音的作用，幫你把這個堅強的這種殘暴的這個暴政給它推翻。但是建立一個新的伊朗，那需要靠伊朗人民伊朗要走向哪一步？走向民主繁榮，還是走向更極端？這都有可能就像50年前是吧，或者47年前，伊朗人面臨選擇的時候，他就選擇了這麼一個毛拉政權。我個人分析特朗普這次對伊朗的打擊那是箭在弦上，絕不是扣炮。他對伊朗的打擊那肯定是以轟炸為主，精準打擊什麼呢？對吧？如果他主要是打擊這個，一個是彈道導彈的這個些發射的基地還有這個彈道導彈的這些設施工廠，還有濃縮鈾，對吧？這些跟核相關的設施，這肯定是打擊目標之一。第二個打擊目標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些指揮中樞，這些神經中樞指揮所，對吧？大樓，也就是讓伊朗的這個革命衛隊的指揮系統陷入癱瘓，那下面聯繫不了上面，上面也聯繫不了下面。你知道指揮系統這一癱瘓，那整個的它這個架構就
癱瘓，對吧？當然還有伊朗這個政府軍的一些指揮系統進行定點清除，也就是讓伊朗的軍队陷入癱瘓，陷入混亂。那第三個打擊什麼呢？就是重点人物，这個就是所謂的斩首啊。那這種斬首有可能是用這個飛機，對吧？他也有可能是像馬杜羅那樣的，像抓馬杜羅那樣，他是派三角洲部队或者海豹部队的那些重點人物進行清除或者抓捕。畢竟，对吧？海豹5隊、6隊，什麼三角洲部隊都已經部署到這個伊朗周邊了。他大概的這種方式就這樣，因為他沒有調動大量的什麼部隊進入這個卡塔爾嘛，進入什麼中東，地面部隊很少，都是特種部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摩薩德，對吧？還有中央情報局通過滲透，通過這種從伊拉克或者什麼地方，對吧？對那個伊朗的人民上下一合力，毛拉政權恐怕就會垮台。但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的伊朗，那這個就要看伊朗人民。據我了解媒體報道這個伊朗的毛拉政權，這個神棍政權在伊朗的農村地區那還是相當受歡迎的，很穩定。毛拉政權它只是讓城市裡面的人，越是大城市人家越接受不了。當然了，有很多人擔心這個特朗普一旦要对伊朗動手，那麼油價就會飆升，因為伊朗很有可能就要關閉霍爾木斯海峽，伊朗就要轟炸那個中東的那些油田，這個都是多慮了想多了。伊朗沒有那麼大的能量伊朗這個神棍政權呢，實際上就是外強中乾，是色厲內荏。特朗普宜將勝勇追窮寇。為什麼這麼說呢？特朗普現在一個特別好的特朗普就是趕上了一個特別好的時代。什麼時代俄羅斯被烏克蘭死死的拖住了，無法動盪，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所以他看着委內瑞拉，他看着敘利亞，他是無動如衷他愛莫能助。現在對伊朗一樣的他愛莫能助，他沒有辦法。你想象一下如果俄羅斯現在是閒着的，美國敢動伊朗嗎？他根本就不敢動，因為你要一動的話，人家就會想辦法讓你美國上鈎，對吧？你不了了，你是叫沒完沒了，你炸了沒用，你得派地面部队，派了地面部队，那人家就會想辦法，對吧？支援把美國拖入伊朗的戰爭，相當於特朗普在伊朗咬鈎了，你想跑也跑不了，就像俄羅斯在烏克蘭咬鈎一樣，打又打不下去，撤又不能撤。那現在你看看俄羅斯他就沒這個能力，所以你看為特朗普現在抓住這個窗口時機解決伊朗，對吧？這個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個就像那個前蘇聯在伊朗在阿富汗咬鈎是一個道理前蘇聯在阿富汗他不也是咬鈎了嗎？也是陷入一個怪現象，就是打又打不贏，撤又不能撤，最後活把蘇聯拖垮。最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特朗普居然向古巴喊話，特朗普政府正尋求與古巴政府內部人士接觸，以期達成協議，在年底前推動現政權更迭。官員評估認為，在失去委內瑞拉石油支持後，古巴經濟瀕臨崩潰，並將針對馬杜羅政府的行動視為對哈瓦那的藍圖與警示。該策略包括切斷石油供應，針對古巴海外醫療項目，以及釋放願與政權內部人士談判的信號。你看也就是這個特朗普自己給自己立了 KPI， 這今年1年就要掃掉3個這個正義聯盟的成員。總之希望特朗普加油正義聯盟的成員越來越少，越少越好。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